液流動就會收縮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煙同即是劑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會是積聚，頭頸嘅水管變沙根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但係做晒老嘢，公公咪太公認緊，情感無奈，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我只係10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。提住我，另一個我，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。當某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，日子將會到老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小費幣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細細嘅努力去救我個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夢見再次搵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哋會一齊，一個新嘅我，若也非夢使擔心脫髮。